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今仔日这段礼拜结束了后，咱有要召开年度的定期好会。咱回顾过去一年中间，虽然全世界各地拢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无论伫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上，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拢有真大的改变。当然，咱的教会也有真大的改变。上大的改变就是咱伫去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暂停实体的聚会9礼拜。而且伫这个恢复的过程中间，咱头去遵守政府的规定，所以咱有人甲人的中间的距离有一个这改变，所以咱的平均的聚会人数也因为疫情的缘故下降。咱伫2019年，咱的平均人数是1050人，咱伫去年下降200多人，差不多到836人。当然，咱会当理解，这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伫奉献的部分，咱有小可降低，但是伊降低的这情形，无亲像咱头去有过遐尼大虽然咱大家拢真拍拼咧奉献，所以咱虽然降低，但是距离无差真济但是咱有进步的所在咱来看咱伫网络顶面的收看率，咱有增加咱若看这个数字，咱就知影差不多逐项拢增加要顶倍所以这其实是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就是讲伫新的时代，咱会当用无同款的方式，甲别人分享福音今年咱知影疫情也未完全消退甚至最近改成阁有哪来哪严重的趋势，但是咱已经有过去一档的经验，所以我相信伫上帝的保守下面，咱继续来拍拼，一定会度过这边的难关。所以咱等下要召开好会，来检视过去一档中间，咱安怎领受上帝的恩典伫新的一档，咱要安怎继续来行，来荣光上帝的圣名。咱今日要来看一个真重要的题目，这是以色列人的第3个王，叫做所罗门。咱要甲大家做伙来思考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安怎成做一个好的接班人。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想使圣经就是你的话语，帮助阮，成做阮生命的存志，互阮会当照你的心意去行。伫圣经的人物中间，阮会当对因好的所在来学习，安怎满足你的心意。伫无好的所在，阮也警醒阮家己，毋通轻易成为因同款。所以，阮即时要来领受你的话，求你拍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当看出你话语的奥秘，也照安尼去行来领受福气。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来看圣经中间的一个人，叫做所罗门王。伊会当讲是圣经中间的富二代因为伫伊接这个做王的时阵，这个时刻伊国家是一个真强盛的、真稳定的情形所罗门伊这个人，伊甲第一个王所罗同款一开始伊真好、真谦卑、真敬畏上帝，但是咱知影伊后来就无同款。圣经人物中间的好甲歹，拢会当成做咱学习的典范，以及警醒咱今仔日这礼拜，咱要先来看伊好的所在；后礼拜，咱较来看伊失败的所在，拢会当成做咱的帮助。咱若来看圣经咱会当了解就是讲，对以色列人来讲因历史中间上界重要的2个王，一个就是大卫，一个就是所罗门。这对爸囝，因承接因这个国家，伫这个过程中间因拢成就上帝交代因的使命。咱看见着大卫伟大的所在，就是伊照上帝的心意来起造以色列这个国家。然后所罗门伊互以色列人怀念的所在，就是伊完成大卫起造圣殿的心愿，将以色列人带到因历史中间上界强盛的时期。
咱看因一个是交班，一个是接班，吼。伫即个接班的过程中间，咱要来好好来研究，吼。因为咱看起着所罗门是代表的接班人，吼。接班人的意思就是接落一个已经有规模的组织，然后继续领导即个组织的运作甲发展。前一任甲后一任，因的目标拢是相款。后任的人接落前任交代因的即个基础，继续往前任的目标前进。吼，咱伫圣经中间吼，其实看到真侪无共款的接班人。啊，过去牧师就甲大家分享过一个接班人，就是摩西甲约书亚。吼，啊，迄个时阵咱有分享约书亚伊接班的压力。吼，咱今日要分享大卫甲所罗门。伫大卫甲所罗门的时代结束了，阁有先知以利亚甲以利沙的接班。啊，到新约时代，咱看起着耶稣嘛将一个大使命交代伊的门徒继续进行。咱看起着啊，是伫教会起造的时代，保罗设立真侪教会，然后交代伊的学生提摩太甲提多来牧养这个教会。所以咱会看出吼，前任甲后任吼，其实因的目标是一致的。比如讲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进入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虽然伊无完成，但是伊交代伊的接班人约书亚完成摩西的目标。大卫嘛同款，大卫伊爱替上帝起造圣殿，但是上帝无爱伊起，所以伊准备这材料交互伊的囝所罗门。所罗门完成大卫的目标，起造了圣殿，帮助以色列人有一个敬拜上帝的中心。咱看起伫先知的时代，以利亚甲以利沙，伫这个时代，百姓已经离开上帝，所以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提醒这些百姓，爱因回转来敬拜这个独一的真神。以利沙接续以利亚的工作，来完成这件代志。咱看见着12个门徒对耶稣领受传福音的大使命，伊目标就是将福音的信息遍传伫世界。保罗伫各所在起造教会，然后伊将牧养教会的这责任交代伫伊的学生提摩太甲提多，目的就是爱因起造合伫上帝心意的教会。所以咱看到前一任甲后一任，因的目标是同款。后一任继续前一任的目标，来完成前一任未当完成的目标。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对咱来讲，咱徛踮伫历史的这个时刻，其实嘛有迄个交接的责任嘛。咱来思考咱的前辈因安怎伫过去的年日中间，伫上帝引带下面、上帝保守下面，安怎去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跑走？咱应该爱承接这前一任、这前辈因所还未完成的，咱继续来跑走，来完成上帝伫咱教会中间的计划。这是咱爱去思考的。所以今仔日牧师就要透过所罗门伊的几个真重要的态度，咱来学习安怎成做一个好的接班人。首先第一项要接班吼，其实有真重要的吼，就是咱知影交班甲接班吼有两种，一种叫做产业的交接，但是更较重要叫做信用精神的交接。咱若看这段圣经的进程吼，就是列王记，咱今日看列王记的下卷的第一章嘛吼。咱若看列王记上卷的最后，咱看见着大卫要交接互所罗门的时阵，伊安怎对所罗门讲？大卫对所罗门讲：我的囝，你要明白你的老爸的上帝，一心一意侍奉伊。伊知影咱一切的心思甲愿望，你若追求伊，伊就接纳你；你若远远离开伊，伊就永远弃杀你。所以大卫吼，咱知影大卫有将伊所统治的国家、伊所有的产业，甲伊所统治的百姓，交互所罗门。但是伊更较意外的就是安怎，将伊统治百姓，甲伊维持产业的秘诀，交互伊的囝所罗门。这秘诀就是啥物？就是爱明白
上帝一心一意侍奉伊。这叫做精神的交接，这叫做信仰的交接。这对一个承接这个前一代所交代的这产业的接班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咱俗语有咧讲华语叫做富不过三代啦。讲富有的人若无将迄精神交接落去袂当超过三代。咱台湾嘛有俗语安尼讲讲头代油盐酒醋，二代长衫长裤，三代顿田卖祖，四代卖囝卖某。这是咧讲啥？第一代人油盐酒醋这是咱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因斤斤计较足斟酌的，因为真温驯、真勤俭，因着安那会当留一寡好的产业交互第二代。所以第二代就安那长衫长裤物质生活较好。但是如果若无将迄个勤俭的精神传落去的时阵第二代就开始享受对无？享受到安那将即款奢华的生活交互第三代。第三代迄个时阵已经无法度讨赚卖勤俭嘛，所以只有将一寡祖产顿田卖祖来卖掉掉。到第四代变怎？无田无物件通卖，只好卖囝卖某，凄惨的生活。所以这是咧对咱讲如果只留了物质的产业，无留了维持产业的精神，实际上对咱的子孙只有负面的影响。所以信仰是讲精神的产业是非常非常重要。咱看到真侪好野人，咱社会中间嘛看过即个新闻，因留了真侪产业互这子孙，但是无一定将迄维持产业的精神留落去。这甚至这死了后，这子孙阁为着争夺遗产，互相咧相告，实在互人真感叹。但是即句俗语嘛，互咱知影，物质的产业会因为世事的变迁、人情的变化来改变、来失落。但是信仰的产业，若一旦被建立，就永永远远成做子孙的祝福。这是咱来清楚的。咱伫教会内嘛是有即款的俗语咧讲：一代清，二代明，三代无无明，四代你请我无用。五代就心明满处经，这拢是值得咱去反省的。你若将信仰的产业交予后一代，后一代就成做伊真大真大生命的祝福，这是真重要。所以咱看起来大卫安怎交接予所罗门，就是交代伊爱侍奉上帝，会当成做一生的祝福。第二项。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咱看见着所罗门命令所有指挥1000人的队伍、甲100人队伍的官长、政府首长、甲家族的族长，以及所有的人民，拢去到基遍敬拜的场所去。伫遮咱来看第4节咱就真奇怪第4节是安那？讲迄个时阵，约柜已经被大卫请到耶路撒冷。约柜是上帝临在的一个象征，对无？照理讲，所罗门只要伫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就会使啊。伊为什么要带遮尔侪人，所有的人民拢去到基遍这个所在，伫遐敬拜上帝？这值得咱去思考答案就是伫第3节甲第5节。第3节对咱讲，因为上主临在的圣幕伫基遍。这个圣幕是上主的奴仆摩西伫旷野所做的。然后第5节讲有一个人叫做比撒列，比撒列咱若去看出埃及记31章，咱知伊是由上帝的神所充满，伊有真好的手艺，所以圣幕内底献祭的这物件，包含迄个铜的祭坛，拢是比撒列所做的。所以咱就会当。对安尼来去想，为什么所罗门要带所有的百姓去到基遍去献祭？无伫约柜耶路撒冷内底献祭？为什么？因为伊要去看过去因祖先献祭的器具甲方式。
咱来知影哦，伫摩西过去伫旷野带即个百姓献祭即个时代，到所罗门的时代，已经差不多经过500冬。这500冬前，上帝感动比萨的所做这器具，依然保存落来。所以所罗门去到迄个所在敬拜上帝，其实咱会当推测，伊可能要去看遐个器具，看上帝过去安怎感动比萨的所做的这器具。这互咱对咱来讲是有一个真重要的启示，就是去看过去的人所做的，成做咱现在要做的一个参考。这是接班的一个真重要的态度，因为做一个接班人，需要经过过去的经验来学习。一间教会，咱的事业、咱的家庭嘛是安尼，咱承接着前人真美好的典范，咱毋通将这放袂记去。那将这放袂记是咱真大的损失。双年教会过去有真好美好的典范。牧师来到双年教会第一个礼拜日，逐个讲道的题目，毋知大家敢会记得？我就咧讲起双年教会真美好的传统。咱搁简单来复习一下，其实就是咱圣殿中间的这个砖塔。第一个就是咱后壁这个克西马尼园祈祷的这个彩色玻璃。伊咧提醒啊，那你个克西马尼园的祈祷，就是一个追求上帝心意的祈祷。所以咧提醒咱这代人爱记住，咱教会的传统就是，咱是望咱是追求上帝心意、满足上帝心意祈祷的教会。第二个就是落来遮有放2本圣经，放伫咱教会的中心，表示。去做一间教会，上界重要就是爱用圣经上帝的话。虽然伫每一礼拜拢伫遮有几啊场的礼拜，用无共款的语言咧传讲上帝的话，目标就是要去做咱的信仰的基础伫上帝的话顶面。第三项就是咱头前圣餐道顶面的艾欧娜的石头，这个石头是在咱提醒讲，咱教会毋通袂记住，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咱是要。对人分享福音，带予别人祝福的教会。最后一个就是祷告，咱有祷告的精神。虽然无放伫咱的礼拜堂，但咱厝内底拢有祷告嘛。咱看到这个祷告，就想着讲，咱双年教会过去的前辈就是爱咱做祷告，祷告就是去做服务。看到垃圾的所在，咱就将伊清洁。好家己垃圾袂要紧，但是带予别人祝福。所以咱。设立真侪机构，都是要做服务的工作，去祝福别人。这拢是咱真美好的传统，咱毋通将伊袂记去。咱是徛踮伫即款的传统顶面，继续向前跑走。所以参考过去的典范，这是一个接班人真重要的一个态度。第三项，咱看见着，当所罗门伫基边献祭了，迄一天暗时，上帝对所罗门显现。上帝对所罗门讲：“你爱我赐你啥物？”所罗门这个时阵，伊回答上帝是安怎？求上帝赐伊智慧智慧咱等下较讲。伊讲：“求你赐予我聪明智慧，通互我治理你交代我的百姓，你的百姓。”所以所罗门伊真实明白，伊的责任是做一个王，就是爱。好好来治理这百姓，互百姓会当安居乐业。一个接班人，伊爱真实明白家己的责任。接班的人爱去看过去，嘛爱看现主时本身的使命。咱知影传统虽然真重要，但是咱知影环境的改变、精神的改变，过去的精神虽然无改变，但是方式爱改变，方向检测无改变，但是达到目的。的方法爱改变，我相信过去咱的前辈绝对毋知影，伫2020年，咱会拄着遮尔严重的疫情，甚至到聚会、实体聚会拢爱停止的情形。但是伫这过程中间，咱看见着上帝安那恩待咱。咱伫还未开始疫情进前几啊冬，咱就开始准备，这个用这个线顶直播的这个方式。
互咱做好准备。所以伫即个时代，可能传福音的方式，传福音的目的是无改变，但是传福音的方式爱做小可调整。咱伫即个时代爱明白咱家己的责任，是有缘爱承担上帝交代咱的使命，互咱继续向前去跑走。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咱看见着所罗门求啥？伊求聪明智慧，因为伊知影只有上帝来自上帝的聪明智慧，才会当互伊伫未来会当久长治理即个国家。伊相信有属天的智慧，伊就会当伫未来的日子中间有能力去面对无共款的挑战。即款的能力，独独是对上帝遐来。无别位会当得到，所以伊对上帝求聪明智慧。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毋是简单赏赐伊聪明智慧，甚至也赏赐伊财宝、富贵、名声，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君王。咱看起着，这就是因为伊所求属天的智慧所带来影响，伊伫未来充满上帝同在的能力。亲爱兄弟姊妹，咱拢徛踮伫历史的即点，未来伫咱的头前，咱应该爱祈求上帝，伊的智慧、伊的能力、伊的稳定，时时拢甲咱同在，互咱的教会、互咱的家庭、互咱所家己经营的事业，拢会当伫未来领受上帝不断所赏赐的稳定。咱等下要召开好会，咱一方面思考上帝过去一冬。互咱的稳定，一方面咱也思考咱现主时的使命，以及领受求上帝赏赐咱智慧，互咱伫未来，互咱的教会真正会当满足上帝的心意，互咱每一项拢成做上帝使用的器具，使用咱去祝福别人。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主啊，你的话激励阮，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献身，成做你所使用的器具。求主使用阮，使用上联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成做活活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